歡迎大家出席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丙午年新春酒會。今日係正月初七人日，我謹代表民政局祝願大家喺丙午馬年龍馬精神，喜樂圓滿。回首過去一年，香港喺風雨兼程中築穩根基，砥礪前行。民政局肩負青年發展、家庭和諧、婦女賦能、地區治理等重任，秉持民政幫到你嘅初心，喺延續深耕中謀求突破，喺迎難而上中彰顯擔當，讓市民安居樂業，讓福氣盈滿香港。青年係香港嘅未來，更加係國家嘅希望。民政局以青年人才培養計劃為抓手，全方位培養青年，拓闊國際視野，建立大局觀念。我哋嘅年青人網絡凝聚力量持續壯大，成員已經突破27,000人，係青年參與社會嘅重要平台。硬件建設亦都同步提速，啟德青年驛站啟航1331，深水埗年青南昌青年空間相繼全面投入服務，聯同柴灣青年廣場構成全方位青年活動據點網絡，讓青年有地可聚，有夢可追。喺去年嘅第2屆青年發展高峰論壇亦都順利舉辦，吸引咗近3000名本地、外地同埋海外嘅青年踴躍參與，成為青年同世界對話嘅橋梁，讓香港青年嘅聲音傳得更遠，影響更深。家庭係社會嘅基石，婦女係發展嘅力量。我哋首次舉辦咗全港美好家庭選舉，深入發掘社區嘅溫暖故事，讓仁愛孝弟嘅優良家風滲潤香港。今年我哋會籌辦第2屆家庭暨婦女發展高峰會，聚焦女性喺家庭同埋社會中嘅多元角色，推動女性發揮所長，讓家庭和諧同埋女性自強同頻共振。地區治理係施政嘅根基，基層穩則香港穩。民政局會努力建立地區治理大團隊，聯同各區嘅民政處、區議員、地區3會同埋關愛隊，以凝聚民心為核心，築牢基層治理嘅堅固堡壘。區議員日常親身接觸街坊，了解民情，又以流動會客室嘅形式，將服務帶到市民身邊。關愛隊作為服務社區嘅堅實夥伴，就用行動詮釋責任與擔當。第1期嘅服務期間，關愛隊累積探訪咗約莫61萬戶長者同埋有需要嘅家庭，提供咗近10萬次嘅家居支援服務，將溫暖送進千家萬戶。關愛隊亦都喺緊急嘅時候即時支援，無論係東區戰時炸彈清拆嘅緊急疏散，超強颱風華嘉莎過後嘅善後支援，或者係宏福苑大火嘅應急關懷，關愛隊始終同特區政府並肩作戰，迅速回應，服務前線。到而家，關愛隊第2期服務亦都已經全面啟動，將會繼續守護社區，傳遞互助友愛嘅正能量。良好嘅大廈管理係我哋今年嘅重點工作。民政總署將會全力推進多項嘅改善措施，包括積極推動18區區議會成立大廈管理工作小組，提升區議員精準化解大廈管理難題嘅能力。我哋而家正係進行建築物管理條例嘅檢討工作，初步擬定咗5大嘅修訂方向，從法例規管同埋制度建設嘅層面，深化改革大廈管理工作，讓法例規章更加清晰便利，亦都提升對居民管理大廈事務嘅支援，切實提升居民嘅生活品質。而聯廈聯管試驗計劃亦都喺2025年嘅6月喺我哋4個地區係正式啟動，進展亦都良好。我哋將會吸收計劃嘅經驗，逐步推廣到去其他地區。正如習近平主席提出，基層強則國家強，基層安則天下安。展望未來，
民政局將會緊扣國家15規劃嘅發展方向，亦都會遵從行政長官嘅指示，編定5年嘅工作規劃，強化頂層設計，確保各項政策銜接有序、落地見效。各位朋友，每一次挑戰都係磨練團隊、提升效能嘅契機，每一次堅守都係凝聚共識、推動發展嘅基石。喺過去1年，民政局同埋區議會、地區3會同埋關愛隊一齊喺風雨中砥礪前行，並肩作戰。我哋將會始終秉持共建、共治、共享嘅理念，努力將時時放心不下嘅責任感轉化為事事心中有底嘅行動力。喺新嘅1年，我哋會更加努力回應市民嘅期望。喺中央政府嘅大力支持，喺行政長官嘅堅定領導下，民青地區治理大團隊必定會同心同德，奮力拼搏，持續踐行民政幫到你嘅承諾，增強社會嘅韌性，續寫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嘅新篇章。喺度再次祝各位晚年進步，家和萬事興！多謝大家。